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本人，踮遮欢迎你收看今日新历4月17公视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连续2天国内无个新增加武汉肺炎的病例，依次共款395人病例。指挥中心嘛宣布讲，礼拜无要搁配送催案。财团法人中华经济研究院发表上届新的经济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估计对2.44%落落来到1.03%。美国暂停对 WHO 的赞助，美国众议员佮联合要求川普总统，讲除非 WHO 秘书长换人，才会当搁再赞助。观众朋友，人讲好事成双，今日甲昨同款，依然是无搁新增加武汉肺炎的患者。高大国内同款保持395人病例，尤其其中阁有166个患者已经解除隔离，复原出院了。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我们今天仍然是没有确诊的个案，没有确诊的个案。好，那累计我们今天到今天为止有166个人解隔离。好，那当然，世界的疫情仍然在持续在严重中，到现在也感染的人也将近220万，那死亡的人也14万5千人那这算是都是一直在严重。然后另外在口罩药局的朋友们。一直都非常的辛苦。礼拜天我们就先不配发口罩，想要休息那就可以休息1天。虽然讲连续2天咱国内无搁新增加武汉肺炎的患者，不过咱嘛有医师咧指出讲，目前迄395人病例内底有21个表面上是无症头，不过这嘛同款的话人，唔只大家上介好喙炎，也是着爱照起公挂。讲到喙炎，第一无用的就是药局。主管机关担嘛讲，有要互这个药师过来，会当停困礼拜日，唔免卖催案。全台湾的武汉肺炎确诊人数维持伫咧395例，有6个人死亡。疫情指挥中心讲，这代表台湾的边境守了真好。不过，国内有医生担心，国内的确诊患者内面有21个是无症状感染者，而且大部分都有传染力，所以藏伫咧社区的未确诊者可能会更加多。呼吁民众袂当放松，虽然一定要记得挂，才能把传播风险降到上低。如果有飞沫传来的时候，不管你的社交距离是多近，戴口罩都会有很大的一个防护作用。因为疫情继续，个人的催炎需求量也大，催炎新命剂实施2个月加。健保地域药房伫咧调剂贩卖药品以外，也管协助包装要卖的催炎，或将对药师嫌讲能力真严。伫最近伫咧推动网络有过催炎的措施了，食药署拍算药房自19一礼拜日开始会当休困，唔免卖催炎。我现在都网络上买比较多了，就不太去药局现场排了。1个礼拜休1天，我想应该合理。那其他6天的时间，你可以安排时间，每一天都可以来买。食药署讲，目前规划礼拜停止配送催炎，不过药房会当家己决定是毋是要开，或者是把剩的催炎摕出来卖。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顶几日有一对已经去美国生活30天的翁某，拍算是治甲有症头，才坐飞机返来台湾，结果也确实验出致病。但桃园地检署嘛表示讲会落去侦查，因为若民机知影家己得着武汉肺炎，所做出迄款会去害人的机智行动者，法律上规定上重会当判监2档，罚金200万。一对住伫美国30年的翁仔某，顶一日返来台湾了后确诊。是暗号第384甲393出现症状了后，才搭飞轮机返来台湾。地属共一只飞轮机顶悬的机组员甲乘客都爱居家隔离，引起各界的议论，烦恼造成防疫的空隙。桃园地检署要立案侦办，可能涉及到违反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特别条例第13条，不遵守主管机关指示，有传染他人之余之罪。本署已经启动防疫处理小组，并且指派主任检察官来调查。桃园地检署表示，若是民机知影防卫着，或者是怀疑家己得着武汉肺炎，无遵守卫生主管机关的指示，有可能传染给别人的人，上重会当处2年有期徒刑，也是拘役，或者是罚20万至200万的罚金。我们国家是允许我们的国人，他不管在世界各地，拿着中华民国国籍，他可以回到台湾，他的旅行是
不做限制的。讲话专家表示，伫咧疫情爆发或者是破病的时阵，所有人拢会想要找上理想、上安心的所在来做治疗，这是人性。嘛表示台湾的医疗受到大家的信任。伫咧防治疫情的过程当中，团结是真重要，大家要互相信任，遵守防疫规范。要让大众嘛爱有同理心，互较真的人会当安心接受隔离治疗。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政治，因为高雄市韩国瑜市长这边认为讲。进前民间人士罢免伊的过程有提早开始，顶日也甲法院申请停止执行罢免。不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今日驳回伊的请求。韩国瑜的阵营认为讲，罢免人士这款时间点已经违反选罢法第75条规定，甲法院申请停止执行。另外，也有甲行政院提出诉愿。不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指出讲。难以认定讲诉愿机关有条件延迟的情形，这条案嘛无赶紧甲讲会当跳过诉愿，大声进行保全的程序，即时来进行暂时性的保护措施，当着裁定申请驳回，这条案由案会当控告。目前伫咧立法院，时代力量的党团有提出中华航空改名的议案，阁有单北立委也有提出讲，护照都要加设一款外皮，敢若印台湾。不过，民进党的党团是要求行政部门针对顶头所讲这两条案，先提出详细实施的办法，调野再过来协商。下礼拜一的调野协商嘛，先敲切纾困特别条例追加迄条1500亿的修正案。华航因为载运援助防疫物资，被告认为是中国官的，引起改名话题。时代力量党团甲立委陈碧辉分别提出华航甲护照改名公告案，摆入立法院的议程。准备创关2望做成决议，和行政部门来改名。我们是希望说大家能够朝野的这个委员能够支持这样的提案，因为这个议题事实上也已经谈非常久嘛。不管是谁的提案，在相同的方向上，我都会站在支持的立场。韩国民进党团17煞做出决议，要对两岸提修正动议，要求行政部门提出具体做法和说明，佮将两岸有落来单调野协商了后，佮处理。蔡总统也讲很清楚啊，华航就是类似这个问题嘛。那护照当然引照护照条例的这个护照后面长如果重新设计，当然我们都是赞成的，我们有相关的提案。目前执政党已经全面执政，他们也掌握国会的多数权。至于华航改名，这是属于行政权的范围，只要他们决定，未来如果要做相关的后果，他们要承担。改名当然我们是正面看待啦，那这个交通部要出来讲清楚啊。另外，政府追加1500亿纾困条例甲预算，是不是有条件发现金，引起哪里差别煞？也阁真济摆调野协商，依然是无法度达成共识。上紧爱等到下礼拜2调野协商了后，阁进行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几日前，伫咧美国的总统府白宫的记者会现场，中国的东方卫视这间电视台有派出一个记者，名叫张敬义。川普总统问讲，伊对倒位来？伊后讲我是按台湾来。这当阵，陆委会就表示，中国无论大小型媒体，拢是共产党介管的。咱的国民立去服务，可能已经牵涉到法律问题，因会开始调查详细。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aiwan. Good. Yes. 美国白宫一前记者会，记者张敬义对美国总统川普讲，伊对台湾来，引发两化争议，因为伊伫中国的媒体东方卫视里食头路，这嘛是中国上海广播电视台其中一个台，嘛当是因为安尼，陆委会认为张敬义涉嫌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第2项，要甲罚。上海东方卫视是陆方它政务跟党务直属的事业单位。所以可能涉及违法，那我们会从相关主管机关尽快来查处。涉及到我们国人赴陆任职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我们也会非常的谨慎，跟相关主管机关来做好这个行政程序必要的这个调查工作。那也会邀请当事人来说明。
刘伟辉认为，中共无论是党的媒体，也是官方媒体，拢是姓党，个人拢袂使伫遐食头路。嘛强调会搁再进行行政调查的程序。张正义是台湾婚姻囡仔，伊伫美国10年的采访经验内底，有8年拢伫美国的白宫出入入，嘛是头一个得到白宫官方，搁有白宫记者协会拢认证的华人白宫记者。美国白宫，美国政治的心脏，通联世界的枢纽，而美国白宫也是我上班的地方。刘伟辉要对张正义处罚，国民党立委认为无应该有相定的标准。因为说他现在的一个工作跟中国大陆扯上边，马上就变成是民进党政府人人喊打的一个罪魁祸首呢，所以我真的认为是民进党绝对不要双重标准。我想陆委会既然做出这种说法，他一定有一定的这个证据做基础了哈。但是我们相信，这个个案啊，从个案的角度来处理哈，现在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全部通案全面清查没有这个必要。张正义伫中国媒体食头路，感受违法，刘伟辉会依照感受涉嫌国家认同，也是基本中心度，对台湾统战工课，也搁有敢有妨害国家安全，也是利益3个原则来判断。以违法的程度会当加罚10万到50万不等，但是送来法未来进步 NCC 到文化部，敢若一时之间也无法度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目前有真侪国家拢开始禁止农产品进出口的贸易，当然国际上米价也有伫咧波动。早起蔡英文总统就去到嘉义县新港视察公牛的测仓，行政院农委会陈吉中主委嘛伫咧现场讲，目前公牛还阁有86万吨。另外，无论材啊、肥料、农药、菜蔬、果子，种种的库存嘛拢真充分，望民众都要安心。因为国际米粮市场的价格波动真大，互全世界对粮食库存的问题渐渐注重。总统今仔日特别来嘉义县来视察公牛米粮库存的状况。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帮助他们解决部分的粮食的问题。农粮署伫咧简报时阵表示，目前国内米粮、公牛的库存超有86万吨，会当提供予国内需求，而且阁会当提供予国外适当的粮食援助。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嘛表示，台湾人支持国内生产的农产品，唔乃当帮助农业经济，而且嘛当提升环境，还阁有粮食的安全。当你吃一口米的时候，你吃的背后不是满足感而已，你吃的背后，你是在替我们的生态、替我们的环境、替我们的粮食安全来维护。嘉义县长洪州牛是指出，嘉义县的农业产品真丰富，农产品的出口对嘉义县来讲是真重要。嘛指出文心南是个案，希望得到政府的重视。总统嘛表示，农业纾困的方案会继续来推送，尽量来斗相共农民渡过这届疫情所造成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咱国来讲世界出名的美国《Time》时代杂志，邀请过去捌互因得做上较有影响力100名来者的人物，针对武汉肺炎的情形发表文章。蔡英文总统也有接到邀请在内。蔡总统的文章是提起讲，台湾安怎样对抗病症，佮讲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不应该摆脱咱。美国国会这边也有16个众议员联名要求川普总统讲，那 WHO 的秘书长无换人，美国就袂使佮开放要赞助因。总统蔡英文接受美国《时代》杂志的邀请，写文章分享台湾是安怎预防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原本《时代》杂志当年4月份拢会公布全球100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这届受到疫情的影响，决定要延后。不过，因有找捌入选的人来提供建议，包括安吉丽娜·裘丽、达赖喇嘛嘛在内。蔡总统伫咧文章内底有讲到，台湾防疫成功上大的原因是团结，台湾嘛愿意协助国际社会。那总统也特别提到说，在台湾虽然是面临这样不利的国际处境，我们没有办法参加 WHO 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可是呢，台湾有优秀的制造、医药以及科技的实力，能够为世界做出贡献。最近台湾透过各种的管道，一直甲国际来发声，尤其是 WHO 无应该排除台湾。即马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宣布要暂停金钱援助予 WHO。美国国会一直有动作，除了是要求要办听证会来调查16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的议员麦考尔，带16个众议员联合送函文予川普，表达支持暂停金钱援助的决定，更加是呼吁讲，除非秘书长谭德赛落台，才会当恢复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援助。He touted the one China policy against Taiwan, would not allow Taiwan into the WHO. We can't have any confidence in the WHO moving forward as long as Tedros
is at the top. 麦考尔受访的时阵，嘛批评谭德赛心伤过挖近中国。WHO 暗砍疫情以外，更加无应该排除台湾。台湾驻亚特兰大办事处副处长洪忠明是投稿亚特兰大环球新闻报，呼吁爱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报纸的编辑引用专家的意见讲，若是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世界就会当搁较早知影武汉肺炎是有传染性的，对台湾的防疫是表示肯定。就连 CNN 报道对抗疫情有功劳的国家的时阵，台湾都是其中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咱国来讲，财团法人中华经济研究院发表上届新的经济预测，本地去年年尾因是掠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2.44%，但即马是估计讲会剩1.03%。原因就是年初开始，顶手的原料、下手的厂商工厂停困的袂少，规条龙的产业断过。经济的情势是国内国外拢较冷，拍算就要到冬天才开始有可能会较复原。武汉肺炎疫情对全世界经济造成正大影响。伫进前，国际货币基金 IMF 下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4%，IHS 加星电集团16也下修到-1.6%加-1%，引起各界关注。中经院伫早起发布。2020年台湾经济预测上升有高，自去年12月预测的2.44%下修到1.03%，正值补疫大战。供应链的断裂、钢厂歇业，然后也影响到需求面的这个实体经济的这个活动的缩减。中经院表示，受到疫情的影响，造成国内的观光、旅游、餐饮、航空客运等产业景气变歹。目前各的人数一直创新高。2020年经济成长模式会当讲是内外拢领。我们的高阶制程，或者是说一些科技产业来看，就是电子产业、电子零组件等等，相对畅旺的一个情况哈。恐慌是会有，或者是说不确定性是有的，可是这个局面呢，应该是会慢慢的一个好转。这一波的疫情主要还是属于一个天然灾害的一个冲击。不像在2000年的这个网络的泡沫，或是说09年的这个金融海啸，这波的疫情一旦结束之后，那个经济复苏的反弹，那个力道我相信也是会蛮强的。中经院认为，台湾的防疫成果虽然全世界拢肯定，不过当前国际经济依然是有真侪无确定性，包括疫情的发展、大宗原物料加原油的计数。再加上国内产业的动向、政府纾困的模式、政策的绩效，拢会对国内经济所来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咱去餐厅煮火锅，爱食啥货会当家己硬。这款卖法的开基组就是商户水产餐厅。昨因伫咧国内11间门市，煞拢停止开业，连点伫咧高雄的总公司嘛关门串户。但是员工出面讲，旧年的赏金，阁有3月月级拢也未发的。高雄市道工局是调查讲，这间公司内底有300几名员工，梦业者就要赶紧出面解决。火锅食材全部放伫冰箱，要食啥物人客家己客。商户水产开创火锅超市的消费方式，对2018年开始，全台湾开了11间，但16号暗时有员工传出内部的消息，讲商户水产无已经停业，而且无通知所有的员工。甚至在1月的时候，公司透过主管口头提问的方式，有建议我们有没有人员是想要休无薪假？因为在1月的时候，我们就年终领不到，然后他就1个月延1个月，到现在我们也拿不到年终。员工表示，公司去年年底奖金甲3月薪水也未分，嘛有问过员工敢愿意休无薪假，但大家无想到会向停业。伫高雄的总公司北办餐饮供应商联络袂到人，嘛上门来了解状况。多久发现他们已经有点怪怪的？对，没有，我是昨天跳才知道。因为也是在从网络看到他那个员工抛出来的消息，我们才来看的。总公司关门，员工对内部摕到高层主管的道歉信息，指出公司已经无资金，剩的现金必须摕去还用租公司。劳工局表示，当地派人入去了解。最基本的劳动权益要保障到，比方说应该给付的工资。那如果说是他就此歇业的话，那针对所谓的资遣费，也应该要全额来做给付。北办有300几名员工，劳工局表示，业者欠薪，加上大量解雇，会一项一项开发，希望业者赶紧出面。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
国政该说两句，我互你做参考。该说，该闻说字。观众朋友人讲，状元囝快生，生理囝恶生。过去咱的台湾俗语话，原来真济针对做生理，有真济知识俗语话包含在内。国政今仔日扣出几句来甲你互相探讨。咱知影讲现代时代做生理，顶下手，顶油交下油，一注接一注。这有当着啊吼，买卖无用现金，拢用开票的。啊，以早吼无讲开票啦，咱讲一句写啦。所以有一句俗语话讲，无写不成店，写了店不成。这句话就是讲哦，咱来甲买，咱唔好写吼，不成店。有当着啊吼，3块5块你唔好写，大家颠倒吵嘴，人客主顾客咱嘛留袂牢。结果写了店不成，无写得不成店，生意做无，好写久人讲写久的走主顾，店煞颠倒开袂成。这有影哦。永早100年前是安尼，即马咱来用现代产业来甲思考，敢毋是讲你开票互我即张票开互顶手，一组影响一组，有当着啊，饲草若一个歹环境一个变化，咱疗伤袂着病症咧看，是规条产业规条零拢会倒呢。这就是古早俗语现代解说。啊有影，因为安尼生，讲无写不成店。人有诶讲笑诶讲，写了就快倒店。毋则我有一句俗语话讲，1000写毋达800现。这我咱定咧听人讲，对，都生理咧做，讲这1000你互我写，互我开票。甲卡叔讲吼，卖啦，卖开票，卖写啦，我甲你收800就好啊。毋则100-200当前民间有一句话咧讲1000写毋达800现，因为现金落在手，做生意诶人上重视就是这。毋过咱讲正经诶，做生意毋是干那学讲安怎样趁钱，安怎样俗啊买，贵啊卖，毋是哦。真正咬尾生意人爱学啥？爱学一个道德诶道理。过去民间也流传一句话讲，1000年产地800主，毋是干那欠清尔。咱也着爱学，爱学互会晓积德。毋则做生意诶人有两句话，国政今日扣出来，这是久长行商足重要诶道理。头一句。当然，经营咱就是望要趁钱，所以人讲算本袂回，这有道理。啊，第二句，咱讲叫做随主得客，就是讲人客意向，咱爱尽量配合。人客若要甲咱交关大罐的，咱就就伊买大罐的；人客若要来买细罐的，咱嘛毋通甲嫌。讲好，我配合你随主得客。细罐的，你有咱甲我交关3文钱，交关一坎店。总是咱毋若学晓做生意，原来第一要紧，就是爱学讲安怎样积德。安怎样教讲咱囡仔，毋是干那讲趁钱学田园尔啦。国政简单讲啦，上好就爱行善，生理才做会久长。相信这个道理，无论南北二路，台湾全国行到倒位，拢总会通接着。啊，讲到生理，近来全国观光旅行业讲起来影响真正上界重，无论饭店还是民宿经营，拢对着困境。谈到旅馆的业者出面表示讲，即阵根本就完全无人客，政府若阁毋伸出援手，恐惊就难得支持咯。啊，台北市旅馆工会是提出讲，上界好饭店民宿的店租，就要降落来剩7.5%，啊，政府则搁甲业者倒出一半，啊，就是37537.5%。饭店的大厅空，即阵只剩2个服务人员伫咧柜台。武汉肺炎疫情即阵冲击全台湾观光业、旅馆也有饭店业。台北市旅馆工会表示，台北市有600多间的旅馆，即阵已经关掉10%。有业者就真无奈表示，一个月就要开销30几万，即阵一个人客就拢无。我们的客人连1成都不到了。所以说，以目前来讲，政府的纾困方案对我们来讲是十分重要的。可是我们都看得到，吃不到啊。那客人都没有，一个月就要烧掉30几万。台北市旅馆工会昨提出375减租的办法，希望政府会使挺旅馆业者。总共有依照这个办法来纳租赁税的业者，政府得使补助37.5%的租金，旅馆业者也需要同款纳37.5%的租金给厝头家，剩落来的25%就由政府来协调，或者是强制厝头家爱降租金。调降的期限到政府解除管制的命令了后的半年为止。那我们希望呢，依照这个法院公证的合约，补助37.5%给这些观光店农。政府不能做壁上观啊，不能说由着房东跟房客你们自己去相忍为国。
交通部观光局表示，第二波纾困补助已经受理18件旅馆业者的申请，预审核定的金额差不多1亿2000万。另外，即阵也收到20件民宿业者来提出申请，预审核定135万。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讲高雄市这边，咧走高山和基镇中间的渡船，人客运载量会落有5成去。渡船公司讲，目前准帮先检这边面会甲政府申请补贴，嘛会和高雄市的港务公司商谈，望这座线路的租金就要加减降。渡船头边的人客边啊，一直愈来愈少。这个店面拢讲，这阵所剩的只有是学生囡仔较接来交关尔。来到高山渡船站，当这个船一靠岸，不管是通勤的乌托巴，还是来观光的游客，拢比以往更较少。第一线的员工感受上深。游客大家都没有什么出来玩了，所以又比较少。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除了外出的游客减少，连当地民众嘛减少出门，所以来坐船的人就变较足少。已经掉到1至2成了，那假日的运量甚至高达掉到4到5成，整体的运量来讲都是掉4到5成。受到冲击的，还有渡轮站附近的店啊，规气甲开店的时间延到下晡，也是减少进货量来度过这非常时阵。疫情以后，生意就差足多啊，因为就拢无什么人通来啊。趁这个时候出来看看平常不会来的地方。反正人很少，就可以慢慢逛嘛。原本高雄市政府规定要有4到5架船来走，即马先减少船的数量，另外嘛来甲港务公司参详，会当调降水域的租金，两方面同步进行，希望会当渡过疫情难关。记者陈以莹、明昭关高雄报道。咱我来关心国际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宣布一份国家经济重新搁再振动的指导方针。要求各州的政府都要开始分3阶段，渐渐开放各项经济活动。本地川普总统是讲，伊家己都有100%的权力推动经济搁再振动的方案。不过2党所拢有地方的州长开声反对，尾手伊才会改变态度。美国总统川普发布3阶段重启经济指南，各州伫咧满足检疫标准、保障防疫装备等几多项条件之下，会当分阶段解除各项经济活动的限制。采取措施的时间点加决定权由各州的州长决定。Based on the latest data, our team of experts now agrees that we can begin the next front in our war. We are not opening all at once, but one careful step at a time. 3阶段拢是保持社交距离范围规范之下，先靠体育馆、饭店、电影院等场所复业，再来开放学校加恢复旅行。最后是开放弱势群体民众有限度恢复社交活动。北京抗疫团队的医学专家佛西补充说明，3阶段就敢若是几多道检查站，依照每一个州恢复的情形，搁再来决定是毋是搁再进一步。You go into phase 1, if you get no rebound, and you satisfy the gating for yet again a second time, then you go to phase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指出，川普这礼拜进前是正强硬讲，伊才有决定权，决定是毋是要重启美国的经济。这么态度转变，是因为共和加民主两党的州长反对。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这边即马嘛有要求中国，就要赶紧公布引起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是安怎样对武汉的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泄露出来，佮有安怎样对动物未来到人类的身躯顶。不过中国是坚持讲，病毒的源头佮有外泄的过程，和武汉这间国家实验室完全无牵连。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用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中国虽然伫今年1月12日就公布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世卫组织嘛推估病毒危害人类的时间会当回溯到去年10月份，但是中国科学家一直到即马搁在研究病毒的起源。目前全世界有31间有相关安全等级的生物研究室，包括伫哈尔滨的兽医研究所，各即道变做国防焦点设伫湖北武汉市的国家生物安全研究室，统称叫做武汉 P4 研究室，也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上早伫2018年初正式运作进前，中国就有真侪甲新冠病毒有关系的研究，所以就算讲美方无搁再提出是中国发动新冠病毒新发展的讲法，嘛是共款中国既然是全球疫情上早爆发的所在，应该公开搁较侪信息。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eds to come clean. It needs to be accountable. It needs to explain what happened and why it is the case that information wasn't made more broadly available. 但是中方嘛是坚持针对疫情引爆无任何责任。我想提醒你注意的是，世卫组织负责人已经多次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产生的。世界上很多知名医学专家也都认为，所谓实验室泄露等说法毫无科学依据。目前中国武汉市的风声已经慢慢在放冷。美国等等的西方科学家认为，这代表外界当搁较方便进入疫情引爆的第一现场。但是中国一直无愿意开放相关的信息，也是允准外界科学家进行第一手的了解。疫情发展源头的相关线索，可能因为时间过去，方便机制也是销毁。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七大工业国 G7 的头人已经有经过电脑镜头连线开一摆视讯会议。同意讲要采取一切有必要的办法，同齐对抗病症的灾厄。因也伫咧提醒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讲过去病症咧传的内情消息无够公开，工课做了嘛无够好，这拢总着爱检讨。另外，日本政府为着抵挡病症摊愈开，昨暗宣布讲全日本拢进入紧急状态了。安倍美也参加七大工业国家集团 G7 领袖的视讯会议。这个领袖在咧会议中同意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对抗当前的疫情。参加会议的领袖也认知 G7 国家每年向世界卫生组织 WHO 提供超过10亿美金的资金。不过 WHO 在咧疫情资讯欠缺透明度，而且长期管理不善，希望对社会进行彻底检讨加改革。七国之一的英国过去24点钟久死亡人数增加861人，总共死亡13729人。禁止出门命令搁延长3礼拜。But based on this advice, which we very carefully considered,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hat the current measures must remain in place for at least the next 3 weeks. 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美国东西区纽约州，搁增加606例死亡，不过新增加死亡人数是10天来新低。虽然疫情有较稳定，不过州长古莫又宣布，居家防疫延长到5月中，大众交通工具的乘客驾驶拢爱挂嘴烟。Today, I'm going to include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private transportation carriers, for-hire vehicles, any operator of a public system, an operator of a private carrier, and for-hire vehicles must wear a mask at all times. 这项决定也表示，纽约州未来1个月拢无法度让经济重新回到正常。美国为了要防疫牺牲经济，在过去4礼拜已经有超过2200万人申请失业给付，是近代上惨的纪录。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国内各地头的消息，来讲台东县政府因为家己检验的设备无够，这当阵若要检验武汉肺炎，拢着爱去高雄，还是花莲、瓦北县市，路途遥远，等待检验的结果嘛愈久。经过争取，卫生福利部已经同意要借台东县2组检验的设备，下礼拜就会送到位。台东县医疗资源长期拢真欠，这道新冠肺炎的疫情更加是欠检验设备，要体检爱送到花莲，路途是真遥远。等待结果通常爱1天到2天，累计到目前为止，台东县拢总有300多个人居家检疫，11个人互隔离，拢总送出151件检体去花莲检验，受检对象等待结果比西部地区更加久。变成说你在这个等待的过程，时间上就要拖长了。对这个当然对我们的防疫是比较不利的。建议可以利用这次疫情的机会在台东确立，然后设立这样的机构。经过县府甲中央民代的争取，卫福部同意借2套检验设备，分别放伫部立的台东病院甲台东马街病院，不过要等到后礼拜整好，才会当就线使用。目前这个布端跟马街呢，已经有派人呢，昨天说会去台北那边去受训了哈。黄明文讲，其实台东大部分法定传染病体检拢爱送到花莲，以长期来考虑，台东县真正需要有这种高端的设备来检验各种传染病，量早做好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看完来看彰化县卫生局去清查县内长期照护的安养机关，发觉讲彰化市内底有2间这款机关违反规定，内底患者收了伤过济，当然就近烧毁的风险嘛愈悬。卫生局的人员已经依法罚金，受了伤过济这民众患者，嘛协调别个单位来安置。记者人员来到这间长照单位，入去到房间一看，内底空间真下，门前的空间，还佫给放了一顶眠床。这个住谁哈？这个是
是临托啊，他因为他来试住，现在已经去医院了。随后比对发现，人数甲资料无符合，而工作人员对着超水的状况，嘛无法度清楚交代。这几个人他们入住的时候有没有填？你们一定会有入住同意书之类的东西，对不对？稽查人员看了几间房间，原本只会使放在顶面层，所以被放了8层。随着长者互相距离不足，根据感染的风险嘛大增。为了彰化县2间住宿舍的长照单位被举报登记超收，甲因日住眠的人数，就算到现在防疫源头嘛无看到改善，嘛有加小真烦恼成为防疫缺口。无空间嘛，无空间人เข้า去啊。说伤杂反而是危险了哈。稽查人员发现，这住民唔但无法度来保持社交距离，嘛拢无挂喙罨，而且2间长照单位负责人是翁仔某关系，2个单位空间相连，人员互相调度运用，拢总超少5个人，还有8个人并无伫做前名单以内。违反设置标准，那它的间距也都是有比较缩小的。那当然会，如果以社交距离的部分来看的话，当然是会有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的感控措施。中华公卫生局表示，对着长照单位有相关容纳管制设施，不过这已经明显超收以及隐匿，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已经中华负责人翁仔某2个人拢总72班，而超收的住民嘛就协调其他的单位来安置。记者中华采访报道。老大人的消息看完，咱来关心幼婴啊。今年2月，人本教育基金会接到家长反映讲，新北市内底一间幼儿园有人员的出手甲幼婴啊处罚。结果新北市的教育局说讲无法度通好处理，啊社会局嘛讲着等司法判决才个拍算。结果到当2月日，迄个执法囡仔人员所换去别间幼儿园伫咧教。人本基金会嘛讲，这分明就是行政的过程爱检讨。3岁学生被教保员不当管教，到即马阁会做噩梦。妈妈讲到这一直咧哭。老师所谓的一点舆情是很深的舆情，而且是带微血管破裂的那种红色。其实我真的无法想经历这种力道之下，我孩子那天承受的恐慌。妈妈讲，2月中发现后生肚边的手骨拢是乌青，赶紧送病院验伤，通报113。嘛，依赖来问教保员发生啥物代志，教保员回讲是用手拍的，伤过大力，所落来就甲信息收转去。规工了后，佫讲家己已经离职，但是即马教保员已经去其他幼儿园接头路。所有的老师体罚离职被解聘是要进到资料库的。但在这个案子当中，因为他自己离开了，现在又到另外一个幼稚园了，他也不会进到资料库当中。我们是这样保护幼儿安全的吗？林本指出，拍人的教保员无法度马上改聘，因为幼儿教育甲照顾法第25条，敢若规范负责人甲其他服务人员，袂使对幼儿体罚不当管教。教育局嘛用这个理由讲要等社会局认定，社会局又佫讲家长已经提过，无法度处理。教育局它才是这个教育主管的事业机关，但是它却没有一个权限去认定说，到底这个教保服务人员他是不是适任。新北市教育局回应，避免认定事实有无同意见，等司法机关认定较好。毋那林本主张教育部应该马上修法，教育局嘛建议中央全面修法，互县市来依循。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咱过来讲啊，美国来到台湾超过半世人，一直点咱遮咧推动教育，帮助低龄较输人的汉万囡仔。啊，本身也已经摕到中华民国身份证的甘会长身份。3冬前因为年岁渐渐老，倒转去美国安养。啊，昨是传出讲已经含笑别世，今年才到84。真侪受伊照顾有着的台湾人，听到消息嘛讲真是唔甘。台湾早疗之父甘会长身份，2017年为迄当阵的行政院长林全秀玲摕到这张，是伊已经等54年的身份证。伊嘛是头一个摕到台湾身份证的外籍人士。同一年，甘身份嘛受到邀请，伫咧国庆日带大家做伙唱国歌。不过，再过3年的时间，却传出甘身份伫咧美国过身的消息。现在疫情的因素，因为他必须每个礼拜都必须去医院打针，因为一直这几年来一直都是因为造血功能一直退化，然后慢慢越来越虚弱。毕竟身份跟我们很有感情，
对待每一个小朋友都是一样。我觉得它带给我们融合教育的精神，我们会继续延迟下去这样子。甘新富因为这几年年岁有啊，身体较虚弱，慢性病佮加上脚无啥方便，3年前离开台湾，转去美国静养，都爱定期转去病院治疗。伫咧过程当中，伊嘛有转来台湾1个月的时间，嘛是伊在世的时阵伫台湾最后的一段时间。因为1963年来台湾传教，迄当阵才27岁，一个美国籍的新妇，从少年到大，伫台湾专心奉献予特殊儿童教育的领域。然后他也看到这个台湾的融合教育，台湾的特殊教育也慢慢的越做越进步，这也是他一直很向往的地方。带囡仔做伙来唱甘新富上喜欢的歌曲，来孝念伊。甘新富温暖的光芒会永远留伫咧咱的心内。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北市内送餐人员的产业工会，当时出面表示讲，因有人员甲食食送去到人客厝内，对方则讲家己当伫咧隔离14天的期间内。尤其伫网络接人主文的订单者的业者，也无咧提供喙安予送餐人员挂，致病风险看有偌悬就好。工会这边嘛要求中央政府爱出手管理，甲基层这寡手面趁者的艰苦人的心声听互真。破口，没人管我。台北市外送人员组成的产业工会，17早起去为福部疾管署头前摇摆啊，抗议疫情期间，平台业者不止无提供喙安，予第一线的外送人员，而且常常伫咧送了餐接触顾客了后，才为管理员或者是厝边出来的知影对方是居家检疫，或者是隔离的对象。居家隔离啊，那为什么知道呢？送完后来下来管理员讲的啊，哇，大家都不知道，还收现金哎。工会表示，虽然扶贫大甲Uber Eats的手机软体顾客用点选无接触送餐的功能，毋过主动权伫消费者，假使对方无点选，或者是老实告知家己正咧被隔离，外送人员有风险。互工会更较生气的是，因甲平台关系常常拢是业者讲的准拄好，也诉求中央政府介入处理。我觉得这东西是真的需要开窗口来讲的，不要再耍大牌了，好吗？我们现在已经是状况，已经不是只是一个劳资的问题，这是一个防疫问题。好不容易确诊零了，你们真要看到哪个外送员突然间中了，然后就在路上爬照？我们这个产业是新的，用雇佣跟成效法条都不对，要有个新的法条来对外送员做有效的一些管理。当然，我们现在重点还是摆在那个地线这个外送员的这些防疫的措施是不是够完善？外送人员甲平台是雇佣关系，也是承揽关系，也是有第三条路用行。劳动部表示，牵涉层面真复杂，目前先做的是针对防疫卫生进行管理。职安署已经伫4月初甲业者开会，定出10点注意事项。扶贫大表示，假使有收到政府通知或者是收到正式居家隔离文件，会暂时停止这消费者的销货权限。记者综合报道。有影时势变迁想袂到，台湾大学四边这餐厅的业者嘛表示讲，这阵啊营业额减7-8成去，店是开一天了一天。目前只有要求员工减上班，阁有减卖便当加减碳。台湾大学打嘛有要甲这和学校有咧合作的店头厝税拢拍折，算是斗协助证人渐度难关。一项一项的料理去放落去便当盒内底，这是台大校区外围的上海菜餐厅。原本中昼的时间根本就免卖便当，毋过因为疫情的关系，营收减8成，所以开始接一寡学校老师的订单，希望会当加减增加一寡收入。我们餐厅是属于比较就是社会人士的餐厅。那而且又是吃桌菜的餐厅，所以它的影响严重的这个层面会比较大。到目前为止，就是掉了8成，就是用1半的人力来度过这个危机。今年过年了后，疫情冲击到台湾的餐饮行业，尤其是像大道菜这种自费型的餐厅，人客来的数量是减真多。而且远距离的教学比例提悬，学校佮加强管制，致使原本会来的老师、学生佮散客客源是减真多。同款是伫咧台大校区外围的菜色餐厅嘛是同款，大概只剩下3成。像每个餐期呢都不超过5桌，每天的人力配置缩减，然后开始做一个减班的一个执行。不营业的话，就是可以免收租金，多少就是有一些帮助。
在起的时阵，员工真无用伫准备食材、整理环境，毋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原本一个人1个月休8天，即马搁爱调整，加休5天至8天来营业。若是代替嘛杀纾困2点空的方案，伫咧4、5月份，学校内底合作店家租金减收70%，学校大路边甲学校外口的店头减收50%，而且搁会当申请延纳租金1个月。若是暂停营业的期间是毋免收租金，但是员工的安排必须要符合劳基法，希望大家做伙收紧渡过营运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市人口增加，幼囡仔生产的比例拢是排伫咧国内前几名。毋只有真侪家长嘛讲，伫因遐囡仔喙炎真歹买。但中央政府嘛决定，新竹县人口数上密集的竹北市，囡仔喙炎的配额一间药房200地会增加到400地，啊新竹市阁会增加到600地。囡仔当欢喜的耍着佚佗物仔，大新竹地区生育率高，囡仔的比例也相对的侪。有不少家长反映，在新竹要买着囡仔的喙炎难度真悬，有当时爱走几啊间药局才买得到。很难买，我从礼拜1跑到现在，这是我的第6间，很难买，就都很快就卖完啦。是因为小朋友人口数多，也当然有必然的关系了。中央为主，甲新竹县竹北市囡仔的喙炎，为原本逐工的200片变做400片，新竹市的部分变600片，希望让家长会使顺利买到囡仔的喙炎。另外，新竹市佮家己制作出全台湾唯一喙炎地图的进化版本，而且显示出各地目前囡仔的喙炎形势佮寸笑。如果说今天只卖成人口罩，那就是黑色的。那如果说今天呢有中童口罩8到12岁，那就有蓝色标示，那就是有蓝色，有时候甚至有不同型，但是就以最高的来呈现。卫生局提醒，囡仔的喙炎虽然有依照年纪来分寸笑，毋过嘛是爱看囡仔的面型来买，才是真正适合囡仔来配挂。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另外来讲，台中雾峰的东林国小，进前已经有教学生囡仔家己制造弄喙炎的套啊，阁有制造机器人的消毒机伫学校内底使用。但即马，佫用早前投影的塑胶片制作出全透明的防护面罩。学校嘛讲，就是要借机会教学生囡仔运用身躯边种种的资源，解决生活中所拄到的问题。囡仔兄囡仔姐做伙分品仔，台中雾峰区东林国小的校园充满美妙的音乐声。详细看，众人都拢挂防护面罩，不过这面罩伫咧市面顶买无，这全部拢是学校老师为着避免学生乱手传染，教囡仔用塑胶板做的。以前的早期的投影片，那因为现在大家都用 PPT 了，然后用不到。那学校储藏室居然还有这块宝，赶快挖出来试试看，发现它的清晰度就好很多。甲学校仓库内底用袂到的投影片、塑胶板真正的，再个落空放一条 Q 带，用油画固定好条，简单型的防护面罩就完成啊！成本唔免20块，这个细汉囡仔对家己的作品是拢真满意。我觉得很酷，而且纽扣是自己选颜色，很特别，可以帮阿公阿妈一起做。做好之后，还可以帮助家人不要受到感染。运用身躯边的资源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小朋友讲，因要和更较侪人分享制作面罩的撇步，希望在疫情危急的这段时间，会当甲防疫的资源留给第一线拍拼的医护人员。记者综合报道。目前真侪国校拢是用塑胶做的囡仔游乐器材，不过南投民间电风国小遮有2座阿蒙头空的枪的形体马溜，也有人讲叫做溜厝啊，但已经超过1架子了。学校的老师带学生囡仔利用这2座枪的形体马溜做题材写故事，嘛得到教育部所办的绘本的比赛得优胜。老师阁安排予学生囡仔发挥创意，甲马溜搭太路，创造因遮学生甲学校中间的记忆。这2座大象马溜甲国校定看的塑胶游乐器材真无共款，经过学生囡仔电桥路加安泰路是五彩缤纷、加真雅目，是学校大家上爱来佚佗的好所在。老师甲学生嘛真介意行出教室来到马溜边上课。绕着大象在演奏音乐的表情会最自然，所以我们常常会带到这里活动。那甚至孩子做律动的时候，也会在大象面前，所以这个色彩带给我们很深刻的感动。之后，孩子们表现出来的音乐、表现出来的游戏，包括他们在课堂上，甚至在生活上的色彩，又会缤纷很多。
学校老师带学生囡仔利用这两座大象尾溜做题材写故事画本，得到教育部剧读识读绘本国小组特优，也甲学生的创意进一步成做尾溜的新设计。A3 的纸，然后把它做那个空白的一个呈现，然后让小朋友在上面做发挥。然后小朋友当然他想法就很天马行空。他很多的 idea 就出现了，然后我们就根据小朋友画的一些草图，我们再来构思怎么来装点这两只大象。这两座大象尾溜từ电风国校一家子陪伴真侪学生做伙大汉，即马有新设计新故事，学生也设计新三架引力顶悬，创作属于因甲大象尾溜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咱的环境，主要生活伫咧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飞龙。过去因为互人滥散掠，用要断种。20年前，美国发起保育计划，先互因生团才饲予大只，才搁野放。但即阵数量自本的13只，已经生团来到163只。虽然还搁真稀罕，不过已经较无断种的危机咯。捌定定出入伫咧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墨西哥野狼，伫咧19世纪到20世纪，捌因为去威胁到人类所饲的精神，因的生态全去互逼到绝路。到了1970年代末期，当地已经看无墨西哥龙的脚迹，但到1998年，动物保护团体甲有人饲的野狼放生了后，这复育的工程才正式展开。20多年来，这项保育的工作唔捌断过，为着掌握墨西哥龙的动态，保育人员固定时间拢会出动直升机为空中观察，除了算因的数量，佮爱甲因麻醉，替因做身体检查，而且伫因的身躯甲一个卫星定位的设备。伫咧最近一摆的调查发现，墨西哥野狼数量为当时野放的13只，即阵已经增加到163只。不过为着避免互相配亲，动物保育人员是下袂少苦心。And so cross-fostering is when you take an animal born in captivity that's between 5 and 10 days old usually, and you take it from its natal litter and you stick it in a wild den, and then it's raised with that wild pack by experienced wild animals. And so you get the genetics into the wild population. And 不过，墨西哥野狼也是闪袂过去互非法拍拉的命运。经过动物保护团体的拍拼，即阵已经争取到扩大野放的范围，希望人类甲野狼会使和平共存。I think maybe the biggest hurdle for wolves everywhere is just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them, or tolerance for them, or lack of tolerance for them. 专家强调，保育墨西哥龙会使助赞生态平衡，也维持生物的多样性。过去10年来，这种特别断种的动物，当年数量平均增加15%。不过，要为断种的名单除名，也有一段正长的路要行。记者综合报道。换转来关心国内环境问题，屏东大平湾的人工湿地内底有一片红树林，其中有水笔啊，有红茄冬。全台湾红树林的生态的树啊，来遮拢看会到。遮这6搭人工湿地，计共有10外架栋。当年春天，大平湾国家风景管理处拢会办环境教育课程，互人客来遮，毋但看闹热，阁通学知识。水笔啦，红茄冬这是物所造成的红树林，伫屏东大平湾有10外公顷。春天的时阵，逐丛当要开花结果，大平湾4块冷冻的6个人工湿地，拢整塔甲水水水。就是绕了整个环湾道路就有6座的人工湿地。那目前这些人工湿地，你尤其在2到4月份的时候，又具有多样性，然后有这些红树林呢，它又正值开花结果的时间。大平湾国家风景管理处表示，行一撮大平湾的红树林，就会使看到全台湾的红树林树景，而且还有专人提供解说，一一介绍这无简单保育成功的宝贝。专门的，我们训练了一批环境教育解说员，会带各位来去认识我们的人工湿地。大平湾国家风景管理处有环境教育场域的认证，当年春天拢会办环境教育的课程，欢迎民众来注文，互游客毋但看闹热，阁通学知识。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气温详细资料。北部24度到31度，中部25度到30度，
南部26度到32度。东部25度到29度，金马平湖19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本人。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